臣良言，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，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憊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。親賢臣，遠小人，此先漢所以興隆也；親小人，遠賢臣，此後漢所以傾頹也。臣本布衣，躬耕南陽，久傳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詭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知臣以當世之事，又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驅馳。後值傾覆，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，以來20有1年也。先帝知臣謹慎，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來，夙夜憂慮，恐付託不效，而傷先帝之命。故5月到勞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甲兵已足，當獎率三軍，百定中原，庶竭魯鈍，讓除奸兇，興復漢室，還於舊都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。願陛下委臣以討賊興復之效，不效則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靈。陛下逆而之謀，以知州善道，察納雅言，甚醉先帝遺詔，臣不勝受恩感激，今當遠離，臨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。相父，你去征討南蠻，長途跋涉，翻到嚟啊，休息都未夠，又要去北伐喎，會好傷神噶。臣受先帝託孤之重，夙夜未嘗鬆懈。今南方已平，可無內顧之憂，不趁此時討賊，恢復中原，更待何時？臣啟稟陛下，臣夜觀天象，北方黃氣正盛，星耀培明，夙危未可逃也。丞相精通天文，何故強為呢？天道變易無常，豈可如此偏執？我將駐軍於漢中，觀其動靜，以後行事。陛下，北伐不可為。我屬各地勢偏遠，將才不足，國力不足，一時尚未能與曹魏抗衡。況北方山高路險，易守難攻，軍雖稍缺，首尾難以兼顧，此兵家之大忌啊！古人云：君子自當知其不可為而不為，伏望陛下明察。陛下，縱觀兵家戰士，以少勝多，以弱勝強者，比比皆是。諫議大夫，你仲記得赤壁之戰嗎？陛下，若失此良機，意圖僥倖偏安，其安豈可以久安？良，如不能報先帝三顧之恩，託孤之重，遂生又不如死。
相父堅持出兵，就順相父嘅意啦。但相父要去北伐，咁朝廷嘅事由邊個管理啊？陛下放心，臣已有安排。各由之，董允、備義為侍中，總攝宮中之事。係。向寵為大將，總督御林軍馬；陳真為尚書，蔣琬為參軍，張睿為長史，掌丞相府事。內外文武大臣同心輔助，治理蜀中之事，不得怠慢。係。請陛下降旨，命臣出師北伐。傳旨。